这客人会烦恼讲食饱咖啡会困袂去，也毋过伫新竹有一阵70外岁老大人，因3年前去参加社区办的咖啡课程，而且嘛愈学愈有兴趣。甲当一阵时代煮的咖啡一点拢袂输专业的咖啡师，而且因阁伫社区内底开发出家己的咖啡品牌。专心控制滚水温度以及出水量，确实一点拢袂输专业的咖啡老师。今年76岁张敬良来上社区发展协会咖啡课，已经3档外，社区的时代拢甲伊共款，即马已经学会晓泡咖啡的好功夫。再来问员讲，阿伯，你遐老敢会晓泡咖啡？我讲会啊，我泡一杯互你啉好无？啉到好的咖啡，还佫有训练到伊的身体，我感觉这是做咖啡。社区做咖啡最后的一个很好的课程计划。较早较无咧接触，但是即摆来接触了，感觉足好诶，非常有意义啊！因若开发出社区家己的咖啡品牌，时代阁会趁休假去外口参加活动，希望互大家啉到一杯好咖啡。一般的人拢会感觉吼，咖啡就敢若少年啊，若是茶呢，会敢若是老岁仔啦。所以我们想要吼老岁仔。甲年轻人会使做伙结合，因为很多的长辈拢是独居一个人伫咧困的，一个人伫咧住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因为甲少年仔会使更多的融合的在一起，可以跟长辈有点像我的阿公阿嬷的一起去互动。那我觉得来这边上课我很喜欢，是因为他们大家的互动给我的反馈，我是一个很有成就感。那反观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自己的生活上面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。共社区拢总有30外的时代，大部分拢超过70岁，全部加起来岁数有2000外岁。外人讲因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千岁咖啡团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